小孩养宠物都得负责嘛。宠物结账很猛，量一条还是买一条？不要重问，下礼拜谁有给我重问？做的吗？同意这句话的，没有养宠物是因为爸妈觉得我负不起责任的，请举手。我觉得也没办法去陪伴他、照顾他，就感觉如果我养了他的话，好像是把这个责任丢给爸妈在养。我觉得他对我的意义是家人，也算是兄弟姐妹啦，也算是我的朋友吧。我希望能跟他们永远生活在一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秀秀。现在记者来到苗栗通霄的流浪狗中途之家，我们现在要来采访陈爱妈和她的狗狗们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向義輝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社會事件簿。社會事件簿，呢個禮拜按台棒大家看到現場內的十屆社會，韓劇世界貼片裏面，熱烈掌聲歡迎黑妞。家下，你是看到咧，呢個禮拜主題是社會有寵物做的夢。現場嘅十屆社會，除了1、2、3做，你社會主婦嘅，記得是有寵物，其他7屆社會所全冇向寵物當上來有一連串的問題，提醒你從日家問卷調查開始看。來，我們在網絡上做的問卷，160位，超過70%都想要養，為什麼沒有養？最多人講啊，我是講提一行，然後爸媽覺得我負不起責任。來，同意這句話的，沒有養寵物是因為爸媽覺得我負不起責任的，請舉手。40%。因為現在上國中課業也大，然後沒有時間去照顧他，爸媽還是覺得我沒有那個能力，對。所以是爸媽覺得，但你自己覺得呢？我自己也覺得我沒有那個能力，因為我怕說我養了之後，我若半途不想養了怎麼辦？因為這是一個生命，這是一個你要特別去慎重考慮之後才能決定的事情。我覺得，因為現在上了國中嘛，課業壓力比較大。每個人都說國中，不是，是因為我沒念過國中啊。是因為我覺得就是自己的事情可能都沒有辦法做好，就是每天回家都10點多了，然後我覺得也沒辦法去陪伴他、照顧他，就感覺如果我養了他的話，好像是把這個責任丟給爸媽在養。其實責任應該是說養了那隻狗是全家都需要去照顧它，就是當然要養了小孩也要去照顧，不過其實很難說就完完全全要他照顧，這也很為難。嗱，現場社會討論呢，大家一想想，用實際嘅理由來看，如果講10歲嘅時候，每一老年嘅時候差唔多算唔算比大部分社會慳一些？唔知叫你3條狗，看來看下把兩條為啥？他是黑糖，他是家裡最老的，是阿嬷，然後他是拉克，家裡最年輕的，在地位來說，還有一隻是他弟，他是拉克的舅舅，但是他現在不想露面。然後他是菜寶，是一隻貓。我每天回家最喜歡跟他們玩拋接球，還有抓他們的癢，因為這一隻會裝死，然後我就會抓它的肚子。有時候我抓到它的癢點的時候，它就會抖腳，這樣子。我會幫他們撿大便。每天可能會撿個6、7次，在室內的時候，但是到戶外的時候也是我幫忙撿的。但是一天撿6、7次就會覺得很煩，怎麼那麼煩呢？所以就要一直撿。吃飯嘍！真是太乖了。不要這樣，塔蒂先的，恭喜塔蒂！我現在在餵他們吃飼料。因為要叫他們坐下才能訓練他們，
这样我会成为有名的驯兽师。他们不能吃芒果、葡萄干，还有巧克力。对，不能吃我的食物，我会生气。我觉得照顾宠物辛苦的是在要每天帮他们捡大便，还有每天帮他们，有时候都会帮他们刷牙。然后那时候如果我在画画啦，或者是看电视，然后就会觉得很烦。拉克，拉克，拉克睡觉了。我们平常都是妈妈睡这里，我睡这里。拉克通常都是窝在我这里的，然后黑糖都是窝在妈妈那边，因为他们跟我们待在一起很久了，所以就会自然而然觉得他们是我的家人，很喜欢，超级霹雳无敌喜欢。有一天我就发现他们都不见了，然后妈妈就说：“我把他们拿去卖掉了。”然后然后我就跑去床上哭，然后边上厕所边哭，然后妈妈就：“什么？你真的被我骗了哦？”我觉得它对我的意义是家人，也算是兄弟姐妹啦，也算是我的朋友吧。我希望能跟他们永远生活在一起。你哋嚟個10歲時啊，每日就這唔單止叫你3條狗，今年還有1條鳥兒。來，我先請教一下，會羨慕玉珍的，請舉手。4位小歐，來手放下。就是虽然我家有养3只猫，可是因为我们家的猫就是听不太懂人话，所以就是可能他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，叫了都不会回应。可是影片里面的那个玉珍，他的那3只狗，它叫了就会过来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更亲近一点。我很好奇是，大部分小歐比唔羨慕，我想要請教不羨慕的張雨韶。因为其实前面有讲说爸妈觉得不负责任这件事情，因为爸妈觉得小孩不负责任，可是我自己很心知肚明，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所以呢，我羡慕归羡慕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短期照顾，不能长期照顾。像来定义一下短期、长期分别是多久？差不多1个礼拜我可以接受，但是真的是1-2个月我真的没有办法。那你适合养的应该是我想一下，金母虫之类的吧，或苍蝇。我养过金鱼哦，然后它不死我超不开心的，因为它已经生病了，是那种就是已经立起来游泳了，然后它还不死，我真的是我快疯掉了。唐特聊聊羡慕唔羡慕，现场要有个理由。哎，各位，黑妞已经18岁了，大概是人类的几岁？因为狗狗它1岁算是人类的7岁，所以现在大概126岁吧，差不多。是人瑞，是狗瑞。对。我照顾它，因为年纪也大，平常有哪一些工作？工作的话，主要就是最基本的吃饭、遛狗，然后洗澡。然后因为它比较老嘛，所以它就是会要加水，让它比较好吞咽这样，然后再带它出去外面遛狗这样。全部算下来就是从吃饭到回家。大概要半小时。半个小时。那你照顾他几年了？算10年吧。10年。那10年当中，有没有让你觉得最麻烦的事？就因为家里原本还有另外1只狗，只是之前就走掉。那一阵子就是他有一阵子生大病，然后他又会想我去进家里去陪他，所以那人就是每天都是要一直帮他，就是很注重他的清洁。对，所以就。特别麻烦，就平常可能大概2个礼拜洗1次，但是你可能就是1个礼拜就要洗。看得各位你的吼，小欧们有没有对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是有没有觉得想要放弃养它的时候，或者是就不想养它？想要放弃养它，或是不想养的话是完全没有的，因为狗狗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家人。很亲的家人，因为从我出生，真的是从我出生到长大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是我们家没有狗狗状态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家里没有狗狗就等于家里少一个人。
少一份子，家里不完整的这样。听完狗的例子，Naomi刚才讲她养3只猫，猫在照顾上或是在生活当中是跟狗有很大的落差的嘛？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麻烦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？我觉得猫咪比较麻烦，是因为有一些狗它可能很喜欢水，可是猫咪普遍都不太喜欢水，然后每次洗澡的时候就是很困难，是因为它们怕水，所以尤其是他们会抓，他们的指甲很尖。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式，不是有那种专业的美容中心送给他们，帮我们处理。但是我原本也想送，可是会有2个，一个是因为钱的问题，如果你1年下来去洗个3次还2次的话就很贵，而且还有我怕就是说我自己洗的话，我可以去看，就是我有没有伤到它还是什么的。可是如果别人洗的话，猫咪在就是很冲动的时候，可能那个帮它洗澡的人会去抓伤它还是什么的，我会不放心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自己洗。接下来这个问题，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。宠物可以代替兄弟姐妹，你觉得你同意的请举手。其实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期间，比如说如果是弟弟妹妹的话，你就要学习说如何去照顾他。那如果是哥哥姐姐的话，那就是如何帮助他。那我觉得在这3点，在我们照顾宠物的立场也是有点像，就是说我们该如何去照顾宠物，我们该如何去跟宠物玩，我们该如何去帮助宠物。我觉得宠物虽然有些相处起来真的很像家人是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人跟宠物相处起来还是有差距的。对，就是宠物不可能，因为我很爱讲话，我非常喜欢讲话，可是宠物不可能跟我一直对话。对，它可能会先问啊，对，对，它可能只会这样回我。但是如果我真的有兄弟姐妹，他们就可以跟我对话，有反应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就像一个听众，一直听我讲话，但是我喜欢有反应。这边我们听到大部分都是有爱心，跟宠物有良好的互动，然后愿意肩负起责任的主人。问题是对你社會上，要談到當到嘅流浪動物嘅中途之家也好，或是流浪動物中心。做乜嘅為咗安慰設計，當然是係因為有人學嘅學到一半，學鳥學到一半，冇學咧，實際上記得調節，冇是變到兩路嘅中途之家去。安慰中途之家相同樣辦，很個做乜嘅為咗安慰設計，先了解下，你們是點來？大家好，我是小记者秀秀。现在记者来到苗栗通霄的流浪狗中途之家，我们现在要来采访陈爱妈和她的狗狗们。Say oi斯天普 ，Let's go！ 哦，一隻中途之家係陳媽媽成立嘅，按佢嘅延期，一下使用咧差唔多有80兩隻流浪狗。我们这边的狗是开放的，不关笼，只会关在房间。然后在房间里面呢，通常是一些生病的老狗，或者是比较弱势的，或者比较调皮捣蛋的，对。他们的笼子都非常大，就是让我觉得很惊讶，因为上次有去过动物收容所，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只狗关在一个非常小间的房间里面，所以我觉得中途之家能给到这样的环境会非常不错。那请问这里未来有想要再收容更多的狗吗？事实上，狗就是会越来越多。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8年前这里大概只有20只，那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但是我有设定说，就最多不可以超过100只，因为以我的能力范围，可以好好照顾这100只的狗。那如果不设防，200只、300只，甚至有的狗场标榜好几千只，其实那个品质我认为会下降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照顾好。因為有按多狗嘅，有一部分係陳媽媽天然之工慢耐去救轉來嘅哦。那为什么这里叫中途之家，而不是一个长途收容地方？因为艾妈希望这里只是他们短暂生活的地方，他们最终还是要进入家庭。
结束他们在外面流浪的生活，然后也不能一辈子在这边。除提七家去救助来嘅，叶片还有一部分嘅狗诶，系来自政府嘅动物收容所，因为政府推行人安乐死嘅政策，甚至到收容嘅数量太多咧，冇办法收容嘅，咪会送到中途之家。那艾妈，你怎么看政府就是讲零安乐死这个东西？那你同意吗？我其实没有很同意这个政策，因为你要做零安乐之前，你要先把数量先控管好，不然的话，大家都一直往收容所丢，其实品质不好，狗会互咬，会抢食，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先做好配套措施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结扎，因为你不结扎，源头不控管，你在后面一直收容，它很快就爆满了。今日介紹同你看下看呢，係愛心媽媽流浪動物的中途之家。大家會好奇，怎麼會就按到流浪狗、流浪鳥最主要的原因，是當到唔符自己們主人，後來記了包尾殺將記了，從小嘅冇是七隻病毒態度好嘅，將會首先從家看到安慰結果。所以為咗降低流浪動物的數量，政府也做出認真的措施。也對，2005年、2015年。大概3年前，要养宠物的要为宠物结扎、绝育。你们都知道结扎跟绝育什么意思吗？那接着我就要请教大家，为了减少流浪动物，政府说要把你要养的动物都绝育，你同不同意这样的做法？我们看到压倒性的比数。8位小欧同意，2位小欧不同意。绝育是对动物是好，是因为如果绝育的话，像我们家的猫咪，它刚来的时候，因为是野猫，它会很想要跑出去，它会紧张，会不敢亲近人。但是我上网查，然后有人说，就是他们家的，就是动物去绝育后，就是他的心情会比较平复一点，然后就是会比较亲近人。以我的角度来看，因为我是没有养宠物的，我觉得绝育算是对你的宠物的一个保护。很多狗它会想要去交配和生小孩嘛，那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世界上那么多人，可能没办法每一个人都养狗，每个人都照顾。我同意狗要绝育。现在的问题就是狗太多，确实是，然后太多的狗会生下更多的狗，所以它还是会是个问题。所以绝育，我觉得，因为台湾就这么大，如果每个人养一只狗的话，还是会有那么多只狗，所以我觉得绝育就是现在狗太多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。那你为什么不同意？我不同意的原因是，他们政府规定说，我们养狗的人要把自己的宠物狗绝育。问题是，那些卖狗的人，他们的狗还是一样不会结扎，不然他们怎么赚钱？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你如果真的要绝育的话，你应该是要先从源头开始，先把他们控制住了，再来限制我们这些小的，就是只有1-2只的这一种。刚刚大家有说过，就是只有浪它才会一直生出更多的流浪狗。可是其实大家好像没有想到，其实家犬也会生出流浪狗，就是你的家犬它生出了小宝宝，然后你觉得说你不需要，你就把它送给别人，但是别人也有可能不想要再送，一直送，然后最后可能有人很坏心，他就把它丢掉，那还是会造成还是会造成很多的流浪狗。所以那我觉得说，每一只狗它们都要绝育，因为就可以避免到它们有可能会变成浪的风险。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左边这个就是那个政府的 brochure 那个宣传单，我请从学好了，帮我念一下，从上到下，英文到中文。I love my dog。带狗狗绝育是避免产生流浪狗最有效的方法。假设我是饲主，哎呀，要我家的豆豆绝育，根本是违反自然定律。兽医师怎么说？家里养的狗在某种程度上早就脱离了自然，有没有？我说违反自然，他竟然跟我说脱离自然，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一员。我们应该要对它抱持负责任的态度，控制生育。我念了这一大段政府的宣传品，你们看了之后的想法是什么？
我觉得他其实有说服力吗？有，他就找了一个很专业的人来说服你，就是讲了，就是早已脱离了自然。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点争议，他是说成了人类社会的一员。那我们人类社会给了他什么？爱与关怀，陪伴与照顾，可是爱是发自内心的。不是，重点是我觉得台湾对于狗的法律还没有很完整。老实说，动保法、动物保护法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很完整。因为每个人本来就对你自己的宠物，不管是狗还是猫还是什么动物，每个人对宠物的想法不一样。很多人都会有刻板印象，就是认识动物就是动物，人就是人。像是比较老一辈的爷爷奶奶那一代，他们都不太喜欢我们家养狗狗，甚至是让狗狗进到家里面。他们会觉得说狗狗就是脏，狗狗就是丑，他们就是野狗，他们就是雇工厂而已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你说他们成了人类社会的一员，那真的是大部分人认为的吗？还是只有少部分爱狗人士或者爱猫人士是这样想？OK， 好，谢谢您的分享。我想好奇问一下，因为秀秀有去中途之家，那跟那个爱心妈妈有一些互动，然后你参观了她的这个流浪动物的中途之家，你在现场，她有跟你分享了一些什么资讯？那爱心妈妈是说，觉得做绝育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爱心妈妈觉得绝育是好的。对，因为当你不停的去扑杀，应该说你不杀这些狗，但是那些生产狗的、生狗的还在生，所以狗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对，越来越多。当越来越多之后，那政府又会怎么做？他是不是把它放到收容所，也会送到中途之家？那这件事情的话，狗只会越来越多，它不会变少。那讨论到这边，其实我们大致了解各位对于包括说我们政府的文宣的态度。那这里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我们讲中途之家也好，流浪之家也好，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是像刚才秀秀在影片里面讲到，他们最终还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可以都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。那现在大家比较多，或是说主流价值比较赞同的就是去领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领养的状况。那镜头是要带到台中的草悟道去。中途之家除替分养大家来收容所，记得每礼拜6日都会带点流浪狗出门去攀送养费哦。那为什么带出去送养的狗都是小狗？因为小狗，大家的接受度比较高，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小狗很可爱，小狗从小养起比较好训练。通常在2到4个月是他们最好送养的时候，因为断奶了，可以吃饲料了，然后又很可爱。可是其实小狗是最不好照顾的。那我们为了迎合大家的喜好，所以我们尽量以小狗优先送养。我们家的狗狗照顾得很好哦，预防针、吸虫预防药都有按时给。也按道之讲，把握特别嘅机会，是要有民众行减来，就會3萬推銷。希望做得前到愛記到嘅主人哦。请问这次来这边有没有想要领养的狗？喜欢猫咪还是狗狗？猫咪。那你想要养哪一只猫咪啊？你喜欢养哪只猫咪？就是有，好小。请问妈妈，你看到这个狗，你想要养吗？有缘分的话，就是觉得还不错，会乖，应该会养。我刚看就是有人在领养猫的时候有填一些问卷，那请问那个问卷里面问了什么？我们希望说它可以符合我们领养的条件，譬如说不可以长时间关笼啊，每个月的预防用药要给，每年的预防针要打，当生病的时候要带去看医生，然后要给它能够吃的东西，不可以当厨余桶，把家里吃剩的食物丢给猫狗吃。所以这些都问得很清楚，很符合我们的要求，我们才会进一步跟他谈领养的这些细节。那有没有曾经就是说拒绝就是想要领养的人？基本上我们拒绝的比送养的还要多，因为很多人来领养会讲说，我们要养在院子哦，要养在门口哦。通常我们就会说，我们的是陪伴犬，不是看门狗。那理念不相同的，我们就不会给。请问你要领养猫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为什么要领养这只猫？因为其实我们家本来就已经养了好几只。然
然后可是后来最近有一些寿终正寝的，然后就想说应该要为家里添新血。请问你这次来这边有领养什么东西吗？领养一只猫。那为什么要领养这只猫呢？因为要陪伴它了，怕它太孤单了。那这只狗是怎么来的？也是领养的。你觉得买来的狗跟领养的狗有什么差别吗？买的狗可能它的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可能会比较多，可是你领养像米克斯这种狗，其实它就好养，又不容易生病，对啊。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他们对于领养的人非常的严格，在领养之前我们要先填好问卷，而且还要跟中途之家的爱妈就是讨论说我们到底领养它什么目的，然后我们会把它养在哪里，这样我觉得这样的精神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也很替那些猫狗感到开心，因为他们又找到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最后一点点时间，我係提倡天气条件的各种朋友，像係我天那檔，你係咪有一條線？哦，我去叫一隻寵物，狗也好，鳥也好，是跨過兩條線。我希望大家都像財創期間唔同意嘅時候強調，唔係咁簡單，想去跨過兩條線，因為你還冇準備好，我開始安全嘅自己。係講，你老大家冇強調，你盡緊。我行出去咧，我叫住條狗也好，叫住條鳥也好，記得你嘅生意自己咪開始。以上係我哋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。還有精彩內容，下個禮拜六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最愛10天童，拜拜，黑妞，你看那邊要拜拜了，辛苦你了哈，跟大家拜拜。你會小歐嗎？哎呦，朋友很开心的，你看摇尾巴。